大家好，我係企鵝女子。平時去旅行咧就最中意揾啲特別嘢玩嘅。如果你都同我一樣嘅話，你可以去澳洲嘅布里斯本，搭澳洲航空只需要8個半鐘頭就到啦。一落機就即刻去玩餐飽先。想刺激嘅話，可以去爬 Story Bridge， 綁好安全帶之後就會有專人帶你爬去最高嘅位置，咁就萬無一失啦。爬完之後仲可以拎翻張證書走添。上完橋咧，我哋落翻地下玩，跟住就去參加 River Life 嘅 tour， 可以踩住最 hit 嘅 Segway， 然後碌住咁樣遊城市。去澳洲又點少得陽光與海灘呢？喺南岸公園入面就有個人造沙灘，可以望住高樓大廈曬太陽。其實嚟到布里斯本仲可以揀住 Surface Apartment， 因為空間大又有露台俾你欣賞景色，仲好近 Roma Street 地鐵站添。嚟到澳洲仲有好多好嘢食，嘆下咖啡，食下海鮮，鋸下扒，食晒咁多嘢都係千零蚊港紙咋，真係食到舐舐你啊！最後大家一齊嚟估下，2個人成個行程連埋機票、食宿同埋活動，一共用咗幾多錢呢？